講起情趣用品，你點睇？各大社交平台同網購場呢啲話題長年都係禁忌區，就算想八卦下相關產品，都要用呢類暗語嚟守。現實生活度，如果你夠膽公開討論呢啲嘢，10成10會俾人當怪胎咁望住。但係吊詭嘅係，市場表現同社會禁忌完全兩回事。艾媒數據掃出嚟，情趣用品市場舊年已經衝到1794.3億人仔，估計2025年仲要爆上2081.3億。最估你唔到係呢片肥田連 AI 熱潮都食到鷹。中山嘅成人公仔廠金山玩美 WM-DA， 靠住隻接入 ChatGPT、Llama 等大模型嘅 AI 硅膠公仔 MetaBox， 真係威到開行。佢哋重新定義人同公仔嘅關係，由單向發洩升級做有來有往互窒，俾啲膠公仔裝咗個靈魂，仲識得做埋情感專家添。呢個靜雞雞發大財嘅千億市場，靠住 AI 加持，真係有可能將成人用品由生理工具變身做情感伴侶，話唔定將來人機戀真係會 hit 爆全城。AI 加矽膠公仔，成人生意嘅終極答案。大蕭條年代，銀紙冇乜，層樓冇份，份工又唔上唔落，個個慳住荷包，淨係顧得掂三餐同埋床子之間嗰啲基本嘢。講到呢味飲食男女嘅市場，互聯網大廠早就各出奇招。京東、餓了麼、美團個個開埋成人專區，賣嘅嘢直白到面紅，情趣戰衣、打飛機神器、套套、跳蛋，總之幫你解決下半身煩惱。但係問題嚟啦，傳統情趣用品齋玩自嗨，生理需求就搞得掂，耐咗就悶啦，始終俾唔到拍拖嗰種貼心。AI 公仔就係要打破呢個樽頸。好似金山玩美出嘅 MetaBox 系列，唔止個樣索到爆，啲皮滑捋捋，仲有8款性格任揀，溫柔、知性乜都有。最殺食係識得記住你啲嘢，仲識氹人開心。例如今次表現好過上次，公仔會讚叻仔喎，就算2分鐘完事，都會安慰返你唔緊要啦，好過冇啊。除咗提醒食藥，早啲瞓，如果你長期爆粗，AI 公仔會暗地標籤你做火爆仔，突然反擊。你今日把口咁臭，不如去拳館打沙包啦！娶到個咁嘅老婆，真係執到啦。WM-DA班 IT 佬燒咗過百萬銀紙，先教識班公仔睇眉頭眼額，靠長期對話摸清用家底細，仲識得睇餸食飯調整反應。新一代 AI 公仔價錢都算合理 ，MetaBox 賣1500至2000美金，約10880至14507人仔，抵死係要俾多100美金月費先有 AI 功能。如果 cut 單，個 AI 就會即刻收皮變返普通公仔。聽講4月喺國內有得賣，果然係有錢就有愛情嘅最佳示範。雖然而家全球做 AI 公仔嘅廠10隻手指數得晒，但遲早會變大趨勢。當然呢壇嘢都有暗病，私隱問題、道德爭議同感情老千風險，有用家驚對話記錄會外泄，邊個想俾人知自己人前西裝骨骨，人後放浪形骸？不過講到尾，呢盤生意絕對有得做。AI 加矽膠公仔，性市場嘅終極大茶飯。未來學家伊恩皮爾森博士早估過，到2050年同機械人搞嘢仲普遍過真人。AI 同機械人技術越嚟越叻，加埋人類同機械建立感情，大家對機械 sex 嘅接受度遲早爆燈。金山玩美玩 AI 玩得咁癲，已經證明呢股 AI 潮殺到埋身。點解揀中成人生意？一來油水夠厚，二來需求仲有排掘。性觀念開放令個市根本未見頂。行內數據爆響口，情趣用品平均賺到開行，普通套同潤滑劑賺2-3倍水，高檔公仔隨時賺5倍以上。金山玩美未殺入之前，矽膠公仔市場係日本仔話事，嗰時日本公仔閒閒地8至10皮，創辦人劉江霞爆響口。話自己入場後劈價劈到10分1都唔使，你就知呢行有幾和味。價錢插水，個市反而爆升。第一財經份白皮書踢爆，網購情趣用品市場，女仔買嘢越買越狼，增速仲快過麻甩佬。有乜出奇啫？我哋慣咗唔講床子事，唔代表唔重要。早喺2017年，網易春風呢個成人品牌，1年就做到近億生意。嗰陣情趣用品仲俾人話核突，擺貨仲要收埋賣，有咁嘅成績真係威水。而家性觀念開放，加埋寵自己同他經濟崛起，
女仔需求終於有人理。大人堂、施玉康呢啲女仔品牌個個發圍，舊年大人堂隻雞蛋仔玩具賣成2727萬人仔，嚇親成個行頭。所以當女版公仔技術成熟，男版公仔即刻蒲頭補位。睇嚟呢壇係全人類慾望大解放嘅生意，尤其 AI 令啲公仔越嚟越識氹人，將來仲有排玩。AI 通殺嘅時代殺到埋身，由 ChatGPT 俾人第一次同 Code 傾偈講心事，到 AI 直交公仔殺入人類最私密嘅睡房，技術革命真係踩到埋身都唔覺。個個晒嘴 ，AI 使唔使跑得咁快啊？記得當年互聯網世代有句金句，所有行業都值得用互聯網再做一次。而家DeepSeek浪潮殺到，就變咗所有嘢都要俾 AI 再搞一鑊。2025開年已經見真章，一班向來鼻孔朝天嘅互聯網大廠都跪低擁抱DeepSeek，連最威水嘅新能源產業都要跟隊。醫療、交通、金融、教育呢啲老行當，個個食住 AI 呢劑大補丸生猛晒。最估你唔到連衙門都玩埋一份。AI 公務員上場搞到班考牌逐眼都突。講開marketing界，半年前仲當 AI 生成廣告係新鮮滾熱辣，而家個個marketing狗手機都裝定DeepSeek、GPT-4、Midjourney 同 Sora， 話 AI 係超級打雜王都唔誇張。正正因為咁，我哋先會嗌破喉嚨 ，AI 撈過界嘅時代真係嚟啦。不過呢壇盛世有冇陰餅 ？AI 喺複雜情感同創意領域仲係小學雞。到佢真係通關嗰日，人類仲剩低咩價值？摩登時代，班廠佬變咗做機械嘅扯線公仔，手腳同腦筋都跟住流水線打拍子。講白啲，工業化冇解放到工人，只係將牛馬功夫變做肌肉記憶。而家 AI 世代，到底係人玩 AI， 定 AI 玩翻人轉頭？呢條問題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好似 AI 直交公仔咁，表面係科技勝利，但暗藏危機。我特登掟呢個波俾DeepSeek，睇下佢點拆。乜都 AI 嘅盲目亢奮 ，AI 對話同微表情突破係勁，但同真正讀心術仲差108000里。而家 AI 頂籠算係高級學舌鸚鵡，同有靈魂嘅生命體冇得比。孤獨經濟嘅資本遊戲，班金主將寂寞包裝成1000億賽道，但冇諗過技術濫用會令人際關係雪上加霜。當馬斯克嘅機械人同情趣公仔用同一個 AI 模型，人類仲有冇話事權？效率癌晚期症候群 ，AI 令公仔升級做情感替身，但效率爆燈唔等於幸福滿分。當陪伴要每月科水，感情變做可量產服務，人性嘅溫度遲早被演算法雪藏。講真，科技或者可以賦能萬物，但唯獨俾唔到生活意義。因為真正嘅陪伴，從來唔使續費訂閱。今期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